白去了吧？要我看呐，三儿说的对呀，早分开比晚分开强。对呀。啊，行了，我跟你说话听见没？啊，行了，你就别愣着了，赶紧做饭吧。我不管了。那你看着宝祥，我去买点切面，咱晚上吃炸酱面，好不好？让他们都送幼儿园吧，我呀不带了。哎，那你干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干了，我待着。呵，这驴脾气上来了，属驴的。走，不好惹哟，咱们走啊。胡干拉倒，谁也没求着你。好了，不能播了啊。喂，老二啊，哎，你抽空回来一趟啊。你今天最好就回来啊，把苗苗接走。嗨，能怎么样啊？傻老大撂挑子了。哎，你就甭问那么多了，问那么多干什么呀？这属驴的嘛，犯驴脾气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得把苗苗送到幼儿园去啊。我们宝宝也要送幼儿园了，妈干不了了，太累了。就这么着啊。把宝宝送幼儿园了。二姐，二姐夫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妹啊，妈呀，说这个傻春撂挑子了，让我们把苗苗给接走。小妹，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就是三姐让我们合格分店的事儿。你看，我猜对了吧？我就觉着啊，每天早上晚上接送孩子这事儿太麻烦了。你要是想让咱儿子学习知识，那就不能怕麻烦。你说，咱家宝宝现在都3岁了啊，就天天跟着那傻春，能学到什么呀？这要是再过几年，这上学什么都不是。你是不是想让他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呀？你说在这儿，听你的，听你的啊。就是。苗苗他大爷，你怎么了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我早就说了吧，让你把苗苗送到幼儿园去，你不干呢。不过也好，累了就好好歇歇吧啊。你说他们分店对不对？这事儿呢，要看怎么说了。站在你的角度不对，可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啊，就是对的。我就是想不通。你老是想把大伙儿都给聚一块儿，可是啊，这人跟人不一样，思维还不一样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，有自己想干的事儿，是不是？分店就意味着分家，如果这样让街坊邻居知道了，不笑话死咱们家呀？你呀，没必要活得那么累。咱们不能为别人活着呀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，这自己个儿啊，过自己个儿的日子，你说呢？行了，歇着吧啊，好好想想。我走了。想不通，我就是想不通。哼，摆阔了。杨大强，是不是生我气了？
你生我气也好，不生我气也罢，反正我得告诉你，这经营啊，不是你想那样。首先，你把这服装店让给刘倩、苏学两口子，这事儿就不对。你这是在帮他们吗？你这是在害他们。你这样啊，只会让他们养成不劳而获的思想。你要真对他们好，你呀，就自己赚钱，把钱再给他们，这样不就得了吗？你知不知道，现在邻居们都在反对咱们家。我说你这哪儿跟哪儿啊？你想什么呢？什么想什么呢？人家都在看咱家的笑话，知不知道？现在要分店，不是等着人家说咱们吗？今天我跟你二姐说，你二姐居然说我，哎呦，你活得累不累呀？我看我是活得挺累的。我看你活着也挺累的。这自己过自己的日子，你管他别人怎么想的？哎，咱们家这钱不是偷的，不是抢的，看着眼馋呢，自己赚去。我说呢，闹了半天啊，这症结在这儿呢。这个事儿啊，你得跟二姐好好学学，她可是楷模呀。二姐可是说一句顶10000句呢。你没事儿，自己好好琢磨琢磨。不过能开口说话，这心里就不憋得慌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还有个约会，先走了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要不是小楚告诉我你卧床不起，我才懒得来看你的。走了，再见再见。谁卧床不起了？我还就起了。哎，大姐，怎么不让我开车帮你拉呀？马大婶儿，洗衣服呢。啊。哎呦，你这忙活什么呢？妈，我买的葡萄。你买这么多葡萄啊？熬着吃啊？哎呀，妈，您看可新鲜了，要不然我先给你洗点儿。不吃，吃多了拉肚子。哎，哎呀，谁呀？金姨，是我。金姨，这是我给您买的葡萄，您拿着啊。哎呦，我们可不要，拿着，不要！可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马大婶儿，马大婶儿，咱们好久没在一起说话了。我给你买点葡萄，拿着吃吧。我们可吃不起。这是我送给您的，啊，拿着，拿着吧啊。哎，等等。你呀，天天过几个年，我们不稀罕。哎，不要就不要，我还不想给呢。大姐，哟，小杨啊，这么巧，来坐。哎，好久没见了。是啊，大姐，哎，这干部家庭就是不一样，穿衣服跟别人都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多好看！我这都瞎弄的。哎，大姐，那个素棉还好吧？挺好的。哎，你俩没联系吗？没有。他那性格你也了解啊。他刚回城那会儿，我们还联系着。他当了科长以后啊，我们那个知青的聚会他都不参加了，说我们太俗。
哎，我们家素棉可不是那种人啊，她就是因为太忙了。我对那个素棉吧，真是没有一点恶意，真的，我特别敬佩她，对吧？要不然你们家那么多事儿，她全都跟我说。啊，那倒是。大姐，你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生意呢吗？做什么呀？你觉得咱们农场后面那大山怎么样？太美了，尤其是山上的那棵大松树。对，就是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大姐，我在那儿买了一块地。地？对，我把它搞成墓地了。墓地？就是风水特好，所有的人见了都说特别好。哦，怎么样，大姐，你要不要买一个？哦，你不用说了，我明白了。你别说啊，我爸老说农场的风景啊就是美。我父亲去世之前，还一直特别怀念农场，我就更别提了。包括我现在经常做梦，还能梦见农场呢。你要不要买，大姐？哎，那得多少钱呢？规格不一样，价格也不一样。哦，这上面都标着价的，然后还有电话，你先回家商量商量。